2026年1月6日，全英國大部分地方都落緊雪。今日我就嚟到 Watford 睇一個現樓單位。呢個現樓單位呢，就係位於13樓嘅一個兩房兩浴單位。打開門口，走廊嘅盡頭就會見到係客廳。走廊嘅兩邊，一邊呢就係浴室，另一邊就係兩個房間。客廳同埋主人套房呢，都係同一個景觀，都係向南嘅。佢哋會睇住火車站嘅停車場。唔好諗住呢度呢13樓就好矮。其實喺 Watford，因為周邊呢都係以啲平房為主，所以13樓呢望出去景觀已經好開揚㗎啦。所以呢個單位最大嘅特色呢，就可以睇到開揚嘅景觀。唔好以為嚟到英國呢就好多人想住 house，相反其實好多朋友呢，特別住喺倫敦嘅，都想住喺一啲高層嘅 apartment。因為住喺高層呢，佢哋反而可以享受到更廣闊嘅景觀，睇住早晚日落嘅天氣變化，坐喺屋企已經係一種好好嘅享受。